乡村法律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说，我是米农阿敏。真太甲报告一下，我一下来到的新竹嘅湖口嘅湖南村，一係喺湖南生態偵察公園，冇唔錯，就係偵察。當然打仗用嘅哦，一條行喺自己呢，咩玩具呢？因為湖口一個地方吼，除了係新竹重要嘅工業區以外，裡面有裝甲兵學校，所以也係喺一個台灣嘅軍事重鎮。一條偵察退休以後呢，就曬過了一片，變成一個嗰特別的一個公園。因為我目前做過兵啦，所以看到一條東西吼，會蠻新鮮的。我落去看下先，看下等下做啲試這冇，試落去行下嚟。伊做啲走到1.72公里，比我起遠真夠近。敬禮 ，fire， 攻擊，回炮。哎，頭家，嘿 ，hello， 哇，你要賣披薩哦？係啊，哇，可能那個建築物歸貼貼的，然後那頭擺那個東西啊。這裡以前是幼稚園，哦，對，一個意大利神父叫滿斯謙神父，他來我們老湖口這邊蓋天主堂、辦公室，還有幼稚園。那我要來買一份披薩。好，走的，來。你有推薦嗎？給我。我們有一個神父披薩加客家酸菜的。哎呦，神父披薩。對。又加客家酸菜。因為神父是意大利人，他來客家莊，所以他要學客家話。那我們剛好做披薩，就把客家口味變成披薩。我剛來講下嘅。好啊。哦。我來條到鐵路邊看到有嗰度嘅牛年書，門口有寫着柴燒。對。所以你用小炒嚟做披薩。對對對，我們都用龍眼木果樹的來烤披薩。講到柴燒哦，我略懂啦。怎麼會知道柴燒呢？你有參與過嗎？我係米農嚟嘅，我的工作是做柴燒年糕，有熟悉的味道。冇錯，所以可能有機會做啲參，帶我去參觀看下是冇？好啊，走的呀。走的啊。係啊。我剛才停了一個。好啊，走。你看下是哪個披薩你都能做出來的。啊，這個我知道啦。好，我們來這邊烤披薩吧。哦。熟悉的味道，對，哦，所以你都底下邊吃做披薩咯？係啊，你阿老做，即係哪一行啊你？嘿，現點現做，現點現做哦。那用怎麼好些啦？你把我們這個麵團擀成圓形。哇，好快哦！係啊，
做久就会了。敢用手嘞？看到我按的做好，会很感动啊，会感动啊，你有没有按用音哦？有点想哭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看到一个后生的按认真在做披萨，木子就按你天天的流下来。是验琼台系吗？无啦，里面那个小笑话会冲人啦，会冲在木做红啦。对啊。不过唔爱唔会讲，里面爱关系的。好，我们俩用俩喊出来。哦。就讲，鹹菜做啲中國度嘅先。好啊，做得啊。你好吃系吗？用俩猪牛。咁重要嚟叫鬼好食。更好吃哦。用俩 cheese 好嘞。啊，你们想到要嚟做披萨呢？因缘际会，说来话长。有一层故事啊。公洞球哦。好嘞，按用手的。你就好诶，你都係哪一行诶？嘿。哦，剛才那個行。好，走的。这边动手哦，要小心哦。用俩刀。哎呦，就按你講呢哦。系啊。按你種披到那個牛奶酥社會上面。淡淡的啦，淡淡。好嘞，来。哇，出爐了，幾香誒！披薩。哦，幾香。披薩就會是現烤誒，要小心燙哦，嘿啊。小心燙嗎？嘿。哦，現烤披薩，哎呀，小心。浪費。動手哦，怎在講話？哇，好燙！不用了。鹹菜很大哎。嘿啊。超大的哎。你们都不相信我哦，真的很大哎，真是哇！我们酸菜有选的好啦，吃起来酸酸干干的。再试一下。然后洋葱甜甜脆脆的，所以我们猪肉不用调味，气是一点点咸咸就可以了。哎，哈冻嘞，来某种都按好吃嘞。我们叫神父披萨啦，还要推荐一下神父披萨，他要学讲客家话。然后还编音课字典，有兴趣等一下我们去天主堂里面看一下。用英文搞下班。嘿。哦，刚才等你了解一下。做的呀。啊，对噶，刚才对用能一下，来讲能个人来吃，而且吃呢去给做一个困难生活。走啊，来。走的哈。走的，来挑战一下。自制披萨。我刚讲来要做迄剥皮辣椒皮蛋。嘿。擀面团吗？嘿，从中间擀到上面，再回到中间擀到下面。皮蛋，不你剪一下，分散均匀。哦，好不赖。好，皮蛋披萨。嘿，我是讲吼皮蛋披萨。有没有皮蛋有下班哦？他们说叫马蛋啊，我爱马唔啲。马蛋哦，冇谈过呢，马卵哦。用你按用讲啦，马卵呐。马卵，哦马卵。哦，来，呀剥皮辣椒。不过烂哦。摸懂了。对吧？刚人家他总来分享一下，你说来话长的。那位可是做披萨的做披萨，来挑白左边的时间啊，刚好厨房要人家帮忙，然后我就去帮忙煮，煮一煮有兴趣，然后就退伍了。退伍先做吃的，然后那个时候烤披萨很流行，我就去学。后来要开店了，要一个窑，就问这边村长，我认识会做窑的。村长说老湖口天主堂一个窑，我就因为这样就来到这边。后来发现。这个神父刚好是意大利人，我们刚好做披萨，他把西方变东方，我们把客家变披萨，所以我们的客家披萨就来了。那也是很贵有养分呢。对啊。然后刚刚讲那音课字典啊，我们刚好那个我的叔公啊，以前有来这边，那我也不知道他有编的音课字典。叔公？对啊。叔公编音课字典，跟那个神父他们一起，我以前都不知道，所以我说来这边是熟悉的陌生人。两个来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发现哇，这个卢卡尼曾经有来过呀。哦，那这样子分散之后嘞，那用匙手带嘞。好，有点竞走，你的视频会有。哦，空压机真是一个技术。
几个巧劲啊！哇，还这个做的披萨好诶！哦，来给大家抢太假时候。哇，您看要2份披萨，哎，莫讲啊，您看得出来那份迄调价做那份爱做的吗？应该差唔多吧？还给行迄调到爱点的神父披萨，落客家含做的，调到是都意外的吓到。佢也给迄爱调到自家做的剥皮辣椒皮蛋披萨。来个因为试看它身后，是有一种墨西哥辣椒的感觉，不过一些剥皮辣椒，异曲同工之妙啦，弄烂烂。调价讲啊，一个回购率最高的产品，剥皮辣椒皮蛋，黑太卡有类都来吃看它身。伊也还没一只是一个意思哦，一个同义词、反义词你拢会写出来。笔字无限的、失望的、裸露的人，做到模拟模样，很传神。做到模拟模样，最常个人用的做到模拟模样。今日是符合了的一年后，请下按不头，还有一些时间，还来到符合各个的地方，都要来休息一下，点一杯果汁，都要来好好的疗养。因为吼，点心还是消除疲劳最好的东西。像讲到符合啊，大家应该拢会先想到，伊是一个具有历史的地方，有路街，做得去了。其实啦，符合嘅亚景嘛，係幾正嘅哦，所以我要特別來到一個地方。按不頭嘅時節啦，天火天天嚟點錯，哦，因為嘅時間嘛會過去咧，心情過放鬆，做得好好嚟休息。例如乜嘅壓力咯，就係一下好，我嚟試下嘅點心咧，我點一個係係檸檬生乳酪蛋糕，哦，也帶係用巧克力餅，所以蛋糕會發酸酸，下邊又甜甜，合起來幾拄好。哇！今日是符合了的一年，这顺头呢，我先去个侦察公园，去认识到原来符合一个地方，除了喺工业区，因为还有一个军事重镇咯。再来去到个符合老街，哇，行下去街坊啊，看到一条老母街，充满了安尼传统的美食，佮点阵。再来我还去识到意大利同客家融合的披萨哦，佮贴片。我还去个体验未做一份出来，还过去吼嘛做得去个小丑的去个再吃一百块拿身。后来因为调解小姐呀，我去到个教堂吼，看到一本书，系《英克字典》。迄当时间我一个人来到台湾，想要伫遐边传教，唔晓得安尼个语言啊，于是就去个用伊个英文来学习客家话。人的诗还系用手写嘅哟，客家诗用嚟写，个人用嚟拼音。看到大家按从事安尼个文化啊，来感觉几痛嘛几感动。一下我就是符合嘅山顶峰来看下个小镇。虽然讲遐地方细细嘅，系今日嘛抢伫遐边行行下嚟嘅，不过心肚里几充实，感受到几多嘅东西。系上好，也嘛系旅行嘅一种加持吧。